诸位稳定，来甲咱身边的讲，感谢主赏赐新的一日。这是亚花所定的日，咱伫其中着欢喜吟诗，咱感谢上帝的听堂。已经进入到12月。迄古早我听广播电台的时阵哦，广播电台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咻，又搁到年底啊，安尼，咻，都搁到年底啊，嘿，对。实在求主来保守照顾咱的年日，对着年日的经过，互咱虽然年纪有较济，但是圣经应允咱，亲像鹰鸟烦恼翻动，又搁应允咱虽然外口的身躯渐渐愈来愈衰烂，但咱的内心确实一天比一天还搁较新，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为着咱今仔日会当相甲做伙伫上帝殿中，亲像圣经所应允，耶和华有一项代志，我向你恳求，就是我一生一世踮伫你的圣殿内底，瞻仰你的荣耀。咱也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来恳求圣灵来引带咱今仔日所有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兄弟姊妹，会当相甲做伙来到伫上帝殿中，领受彼此相听。甲上帝三连活命的祝福，开声来感谢，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亲自赏赐伫阮的身上，你甲阮三同在，你的平安是阮大细的盾牌。主啊，你保守你的看顾，因为你的信实之爱伫阮的身上。主啊，所以奉你的名来祈祷。主啊，毋是阮家己会当做啥。但着你有一个荣耀的恩典，主啊是趁着阮还未伫迄个所在判断的时阵，主啊就是判断，你嘛是会当伫当中来医治，敢毋是？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要保守，你要照顾，你要赏赐恩典。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领受活命的丰盛。阮感谢主，将一切上残恶乐来归予你。你要亲自将活命平安锁伫阮的身上，主啊，阮感谢你，将上赞恶乐荣光归予你。你要来带领你的百姓进入你的平安，主啊，互阮来到你的殿中的时阵，阮的心灵欢喜快乐。阮感谢主，今仔日兄弟姊妹三个做伙来到伫主的殿中，主啊，阮用感恩的心，有一群彼此相听，同行天路。主啊，互阮进入你家己的荣光。进入你的丰富，乃是因为你永远的听堂。主啊，将上善恶乐归于你。主，你要继续带领引带阮。主啊，是也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阮的肢体来祈祷。原来阮的活命内底是彼此相连，互阮有即款彼此相连的活命起来的时阵，主啊，阮是甲你同心同行，对你得到祝福的。互阮对人是有关心、有热情，伫主的内面。有听堂，甲你三同心，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的恩典锁伫你的百姓。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听堂，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看顾，感谢你的恢复，感谢主，你信实永远的听堂。愿感谢你，你继续来赐恩伫你家己所竞选的教会，互你的教会满有上帝你的真爱。就叫阮彼此相听，用安尼来见证上帝的国度，互阮离弃黑暗，进入上帝你永远的光明，互阮诚侪光明的今日。同心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咱请保安兄来报告。平安。今仔12月7日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12月份的执事会，请现任的执事及新当选的执事一同出席会议。第二，12月7日拜三暗时7点半，伫台南 YMCA 合唱团甲东海大学校友合唱团伫台南文化中心要来演出《听假和平的上赞》，欢迎兄姐前往欣赏。当日教会祈祷会
改做要参加这个聚会。第三，教会招募协助圣诞布置的同工，时间是12月14，后礼拜日将拜后到至下晡3点半，就要有味午餐中昼顿。这个请有意愿的同工伫招待所登记来报名。第四，12月19礼拜六暗时8点举办的花特会，敬爱的兄弟一同来参加，透过一同的敬拜。反倒并来想甲祈祷，将咱换命今生对谢的上帝，心中的热情再次点燃，为了火热为神来而活。第五，12月21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愿受洗者，请着目前同工来报名。已经有报名是杨俊贤、李建利、吴库德。第六。2026年1月7日，礼拜六上午9点半，要来举行着主日崇拜、服侍同工的训练，敬请所有现在参加侍奉的同工一同来参加，也邀请未来有意要加入服侍的同工也来参加，请伫教会消息公布栏的群组填写着报名单来报名。第七，教会今年度圣诞活动邀请卡已经印制，好放伫这个招待所，请兄弟自行来索取发放，踊跃邀请亲友来参加。咁有补充报告，无即时要请敬拜乐团。感谢上帝听从咱三个做伙伫伊面前来感谢，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的信实是咱大细的盾牌。着学乐进入伊的门，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学乐来进入伊的院。咱拢要三个做伙来学乐来敬拜，请咱三个做伙起立，同齐来吟唱，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大山小山，欢喜唱歌，乐乐创造天地要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要荷花。要用感谢入伊的门，要用乐乐入伊的院，万民万国因感谢来演示。全地学乐耶，大山小山，欢喜唱歌，学乐创造天地要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要荷花。要用乐乐入伊的门，要用乐乐。万国万民感谢来演示，全地学乐耶。大山小山，欢喜唱歌，学乐创造天地要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要荷花。要用感谢入伊的门，要用学乐入伊的院，万国万民感谢来演示，全地学乐耶。大山小山，欢喜唱歌，学乐创造天地要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要荷花。要用感谢入伊的门，要用学乐入伊的院，万国万民感谢来演示，全地学乐耶。大山小山，
欢喜唱歌，乐乐创造天地要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要荷花。人齐为着主所赏赐予你一切产业来感谢，为着上帝赏赐予你的活命来感谢，为着救主耶稣的拯救来感谢，为着圣灵的引带来感谢，全地拢要来向伊献上俄乐的祭，开声来感谢，来俄乐，来敬拜，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你是信实的上帝，亲自赏赐活命恩典伫阮当中。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怜悯遐尼多。主啊，互阮的心伫你的内底恬静，互阮的灵伫你的内底，甲你相同行。摇花祝福伫你的百姓。主啊，除去我心中一切过头烦恼破心。我上帝你家己的疼痛，独独临到伫我的身上，伫阮的身上，伫每一位挑找你的人的身上，摇花人伫你的面前何等的美善，但你行义要我顾要医治，要拯救，要保守，哈利路亚！我的心啊，爱仰望耶和华，主啊，爱用力来开声敬拜，因为你的信息，因为你的自由，因为你的丰盛，因带阮靠基督，伫上帝你的名内底，赢过世人的受敌，赢过试探，赢过病痛，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上帝，万灵的主，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就算欢喜唱歌，乐乐创造天地要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要荷花。亲爱兄弟，请坐。做名是应该学乐甲称颂的，将一切上赞学乐荣光归于伊，因为伊成就大事。如果上帝若无将着伊上疼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咱，咱就要搁伫罪中。但上帝既然无顾惜家己的囝赏赐予咱，搁有啥物货伊无爱予咱呢？咱要了解，要明白，要经历上帝绝对的救赎，伫伊的家庭内底，伫伊的疼痛内面，愿荣光归于上帝。阿门。荣耀归伫上帝，伊成就大事，先知数到世界，最万人救主，为要拯救罪人，伫十架受害，将生命已大开，人人通入来，哦啦主，哦啦主，全地听主声音，哦啦主，哦啦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白家中，愿荣耀归耶稣，一生就大功，何定完全救赎，
可保会完成，对一切相信的就必定应承。你罪虽然轻薄，那诚心接受，就立刻望下面灵魂的拯救。我的主，全地听主声音。我的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主耶稣，今日被启中，欢迎要归耶稣，一生就大功，救恩已经成全，仍要归耶稣，人生行主耶稣，我心大喜乐。用来甲主相见，那必定已经。一生一尊一大，又应必无平。我的主，全地听主声音。我的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主耶稣，今日被启中，欢迎要归耶稣，一生就大功。基督救赎咱的活命，为着要显明伊对世间人的疼。也伫宇宙中见证上帝伟大的慈爱，甲永远的信实。主讲，着将着咱的活命，既然得蒙救赎，就献予伊做器具，无搁再活伫罪中，并且照主所应允的讲，我来了，要互你得回生命，并且要赏赐你更丰盛的生命。咱伫主面前来感谢，感谢主把咱的生命抢救倒转来，感谢主，搁要赏赐咱加倍上帝国权柄、能力、恩膏的活命，互咱用上帝所赏赐的能力、权柄、恩膏，为人祈祷，服侍人，甲主同行上帝国权能的路。同齐开声为咱家己祈祷，为咱教会兄弟姊妹祈祷，将活命献予主，献出上帝权能、上帝国的恩膏。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你的能力、恩膏的同在，来显明伫你的百姓，显明伫世境的身上。主啊，我搁再一届家己交托予你。我愿主你帮助阮，因为你所赏赐的，毋是惊吓、胆怯的心，乃是忍耐、刚强、忍受的心。主啊，伫阮的活命内底，使阮成就一切的美好。唯愿阮伫你的面前，互你的教会诚侪大有能力、恩膏的教会，见证上帝的教会。主啊，将一切上赞而乐，拢要归予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主啊，要使阮伫你的百姓当中，互阮进入你的丰富，互阮甲主你相同行。愿而乐荣光归予你，愿你百姓三甲做伙，见证上帝你的疼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你的信息，直到万代。愿阮伫你的面前讲是，主啊，来成就你一切美好。互你的教会就是你所竞选安乐圣教会，活伫主你荣光的祝福内面。感谢主，哈利路亚！将荣光归予你，愿主你继续来赏赐活命的恩典。互你的教会诚侪荣耀的教会，诚侪荣耀的教会。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赎阮，互阮会通进入上帝你的厅堂，并且伫基督内底倚靠上帝你的救赎，赢过四位的仇敌，赢过试探，赢过病痛，伫主你的内面得到永远得胜、永远阳光的活命。主，互你的教会，互你的正义女，就是你所听、所救赎、所成就的教会，真侪大有能力、阳光的教会。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角起立来吟唱，剑无听见叫的声音，掌声都走甲断琴。深情被极的尊严，何处不会讲得声？是应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是应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剑无听见美妙歌声，鼓鼓直头升天上。勇敢得胜的大军队，战胜的人的魔鬼。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这救主的宝血。是应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是应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是应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咱要搁再一届来祈祷，是互咱的教会，就是上帝所竞选安乐圣教会，要真侪阳光得胜的歌队，要真侪阳光得胜的大军队，要赢过卖血人的魔鬼，互教会显出上帝医治的权柄，上帝的恩膏，上帝的疼痛，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真侪荣耀教会的见证人，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这是荣耀的教会，上帝你所听从竞选的教会，真侪荣耀的教会，大有能力的教会，甲上帝同行的教会。主啊，你要继续享受一切美好。互你的百姓来领受对天顶所来荣耀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将上赞和乐、荣光拢归于你，因为你的信心是阮大小的顶牌，这个保守你的百姓进入你荣光的所在。哈利路亚！感谢主，继续互你的教会讲是设立救主的保会内面。甲主你三当正，甲主你三当正，互阮进入伫主你的内面，甲你活出关联、得胜、荣耀。有时有主我满破，也是撒旦的马祖，是将可主带给胜利。各具圣洁的军旗，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有时有主阮满布，也是撒旦的马祖，是将可主带给胜利，何故圣洁的军旗，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宝血，是荣耀教会，圣
结果无下顺，世地救主的宝血，也伫本基好叫我了，胜利无久就来到，有生活主要接成道，一同做王做欢呼，是拥有教会，成结果无下顺。世地救主的宝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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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拥有教会，成结果无下顺。世地救主的宝血，是拥有教会，成结果无下顺。世地救主的宝血，是拥有教会，成结果无下顺。世地救主的宝血，是拥有教会，成结果无下顺。世地救主的宝血。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你，阮敬拜你，阮将家己献予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救赎，天主为阮担当苦楚，背负阮的重担，诚然医治阮所有一切的过犯。主啊，因为你的鞭伤，阮得到医治。你所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圣灵，感谢你的疼痛照顾因。虽然阮无人受过犯所赢，甚至有的时阵，阮定着心意做歹，但是你用你慈爱的手啊，甲阮绑倒转来。主，你用你的拐，用你的竿，甲阮求倒，教示阮。互阮会通进入你的活命、你的安息、你命定的阳光。感谢主的疼痛，继续赐恩伫你的教会，互安乐圣教会，真侪荣耀的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光明的镜子。既然到这个教会，要看到上帝你的阳光，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引带，将上赞而乐阳光感谢归予你，将你的官兵医治的恩膏能力显明伫阮的身上，通互阮一世界为主做见证，用新约证明所传的道，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搁再一届用强热烈的掌声，归阳光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同心来上读新的诫命，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
就是恁着三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三疼。恁若三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这是三甲做伙来启用。经文第49篇，我是好牧人，若是请工，毋是牧人。伊看见狼来，就放落羊逃走。请工逃走，因为伊是请工，并无顾念羊。才亲像爸认捌我，我也认捌爸共款。我另外有羊，毋是这条来的，我必须带因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搁赐予因永生，因永无灭亡。我爸甲羊赐予我，伊比万有拢搁较大，谁也袂当对我爸手内底甲因夺去。阿免。愿上帝赐福读伊的话，并遵行伊话语的百姓。愿荣光归于伊。咱即是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要三甲做伙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有较侪一寡，咱三甲做伙来上读。罗马人书第2章1节到29节，就是全章的圣经。咱同齐做伙来读，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通提示。你伫什么事上论断人，就伫什么事上定家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家己所行却甲别人同款。咱知影行这样的人，上帝要照真理审判伊。你这个人啊，你论断行这个代志的人，家己所行却甲别人同款。你掠罪会当逃脱上帝审判吗？也是你藐视伊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未晓得伊的恩慈是带你悔改呢？你竟然认到你公硬无悔改心，为家己积住愤怒，一直上帝震怒，显伊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伊要照逐人的行为报应逐人。既若欢心行善，超找荣耀尊贵，甲未朽坏之福的，伊就用永生报应因。唯有结党无顺探真理，反顺探不义的，就用愤怒恼恨报应因，将患难困苦交予一切做歹的人。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交予一切行善的人。因为上帝无偏袒人，凡若无律法犯了罪的，也无照律法灭无。既若伫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要照律法受审判。原来伫上帝面前，毋是听律法的罪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无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顶的事，因虽然无有律法，家己就是家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伫因的心内，因是非之心当作见证，并且因的思念互相较量，掠做是合以为非。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因密事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讲的，你称做犹太人，搁倚靠律法，并且指着上帝夸口。既然对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旨意是冤枉人的师傅，是细汉囡仔的先生，又深信家己是甲青梅带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动望人的师傅，是细汉囡仔的先生。伫律法上有知识甲真理的模范。你既然是教导别人，阁无教导家己吗？你讲人袂当偷体，家己阁偷体吗？你讲人毋通奸淫，家己阁奸淫吗？你厌恶偶像，家己阁偷体庙中的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家己颠倒犯律法，玷辱上帝吗？上帝名伫外邦人中，因恁受了亵渎，即亲像圣经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对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迄个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伊虽然无受割礼，减无算是有割礼吗？并且，迄本来无受割礼的，哪会当遵守律法？减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甲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毋是真犹太人；肉身的割礼，嘛毋是真割礼。唯有内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内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个人的称赞，毋是对上帝、对人来的，乃是对上帝来的。阿免。咱搁再一摆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即时恳求圣灵，就是互人明白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示阮，祝福阮伫即个会晓讲、袂晓做的时代内底，阮会通对上帝你的真理听会明白，有能力，就是圣灵能力同在，并且主照你所讲，你所想做阮的意志，阮定义来活出主你美好的旨意。所以，阮恳求你赐恩伫阮下面的时间。互阮甲你相同行，互阮亲自受圣灵的教导，明白真理，进入真理的意志，进入真理的教示。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底有较长，但是伫这段经文内底，伫咧讲到犹太人因怎样看见过去遐还未信主的人。罗马的教会是较特别的一间教会，因为因的教会内底毋是全部拢总犹太人。因福音传到罗马帝国的时阵，头先是犹太人，了的时阵啊，这个犹太人啊，伫教会做礼拜，但是因开始传福音。了传福音出去了后，有一寡外邦的人，还未信主的人，因就入来，所以因就成做新的人。但是买手的时阵呢，伫这当中呢，因为因受经济的原因，所以呢，犹太人真够做生意，因就搁搬出去外口。一方面也是因为皇帝的迫害，以及这犹太人因够做生意，所以因就刷开四线去到逐个所在。所以结果到尾礼拜堂变做是一寡遐新的人，就是原本的遐外邦人伫教会内底。但是到尾手的时阵啊，新的皇帝搁伫迄个所在讲，迄个迫害渐渐较无的时阵，其他的这犹太人搁倒转来到伫原来的礼拜堂。结果伫即个礼拜堂内底，旧的遐外邦人煞变做旧会友。结果呢，这
旧的犹太人倒转来的时阵，变做新会友。但是礼拜堂其实是犹太人所设，但是呢，即马煞变做犹太人较少，了外邦人较济，所以呢，伫当中呢，就有一寡彼此相争的即款情形。啊，即款彼此相争情形的时阵啊，保罗到伫当中，佮写看到因、听到因即款的消息，就写批甲因讲。第一章就伫迄个所在讲到外邦人安怎样信上帝。上界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讲，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心灵甲伊的神性是明明通知影的。虽然未晓得，但是借着所创造的物，咱就知影有上帝存在伫其中。上帝安尼显明伊的权能了，伫迄个所在来甲遮外邦人讲：恁过去无信，今仔日恁信啊！恁就爱斟酌，若无永远的活伫罪中。但是来到第二章的时阵，保罗就对着遮犹太人甲因讲一个代志，讲恁遮的论断人，因为犹太人定定看袂起犹太人定定看袂起遮的外邦人，感觉因是无洁净的，因是靠犹太人得到救恩的，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定定甲伊批评啥货呢？了应该批评下面有真济代志，但是保罗甲遮的兄弟姊妹讲，恁甲人批评，但是恁所行所做的敢若含别人是共款的，安尼咱有啥物资格甲人批评呢？所以呢，伫咧讲批评的时阵呢，其实咱真容易互咱的喙讲无好听的话，有的时阵咱咱的喙会变做一个恶的喙。圣经伫咧所在，雅各书有甲咱提醒讲过，你的喙一个泉源一个地下水冲起来，伊敢有可能即边是苦的，即边是甜的呢？无啊，一个水泉冲起来的时阵，迄个水就是清甜的，就是清甜的；无若是苦的，就是苦的；无就是咸的，就是咸的。无可能讲一个水泉冲起来，即边是甜的，即边是咸的；即边是甜的，即边是苦的，无可能是安尼。所以保罗先生甲因讲一样代志，讲亲爱兄弟姊妹，你论断别人，你的喙内底一方面学了上帝，一方面搁咧骂人，安尼即款出口伤人是毋好的。但是安怎，家己忍袂牢，挡袂牢，看到别人无好的时阵，就安怎渐生刻薄伫迄个所在来骂人。主耶稣嘛捌甲咱教示过，伊讲摩尼人你敢若看到你兄弟目睭中有一支刺，但是你无看到你家己目睭内底安怎一颗山遐大空，你也无看到。所以呢，这是无好的话，骂人的话。另外一款花言巧语，知影言语应该爱真诚，但是却是讲一寡无意义的话，虚假，还是安怎引诱人放纵肉体、放纵生活的话。另外一款呢，人的喙内底讲白贼，知影讲实话是好的，但为着掩盖家己的错误，咱伫迄个所在会找到借口，拢骂啥物人，无我今日来聚会，我都袂迟到，拢骂你，拢骂谁无得安怎样啊？即款的言语就会生伫咱的内底，但是咱称做上帝的儿女，却是咱真容易伫迄个所在拢骂你，拢骂你。即款就是，若是拄着好代志的时候，你毋知影，迄就是我贪拄则安怎样，若无哪会安尼？就是因为有我毋才会变，咱毋才会变遮好，拢是我，拢是我，歹的着别人，好的着家己。即款呢，就是白贼话。另外一款呢，一支喙呢，两个指。即款呢，有诶时阵，咱会看到人甲人相争当中，但是讲的话会破坏气氛。但是咱伫当中一方面，咱含即个人，两个人伫遐冤家了后，我就走来甲即个人讲，我甲你讲人我是介支持咧。迄贪拄啥物人伊实在无应该安尼。迄个人安怎样好？讲了后，搁点讲过来甲我甲你讲，我甲你做伙，真正做伙。迄贪拄迄啥物人就是安怎？迄后界无爱甲伊做朋友，你影这台湾话讲做啥？双面刀鬼啦看到这里讲即款话，看到迄个讲迄款话，但是圣经讲啥？即款挑拨离间的内底即款就是变做无好的话，塞弄是非啦。所以伫这当中，佫有另外一款或者诡诈的字头。
即马即个代志足流行你敢知影台湾一年内底会诈骗要几千亿的实在，我实在是感觉讲，原来咱台湾人咱足有钱的，堪你互人诈骗就是咱用啥？用非常美好的言语，甲你讲这投资安怎，一定稳赚袂了的啦尾来的时阵才知影讲是因稳赚的啦，毋是咱稳赚的啦所以伫这当中引诱人进入所设的计谋，了抢夺伊所有这一切。亲爱兄弟姊妹，有的时阵咱的活命减嘛会是安尼，咱用着口中的言语来批评、论断别人的无好，咱知影这个代志无好，甚至咱也知影上帝这个代志内底会审判咱，但是呢，咱所做甲别人所行、所讲的是完全同款的。圣经伫这当中，甲咱讲一个代志，讲。亲爱，你敢知影上帝会照真理审判伊？但是敢讲上帝就袂审判你吗？敢讲你就会当逃脱这个代志？是安怎我会感觉讲，我家己会当特别得到上帝的原谅甲赦免？有可能上帝会特别原谅咱？有可能地面上的人？因老爸像我听讲最近的时阵高雄有一个人要出来选这个市长，了的时阵因这个囝毋知做啥物代志了人就出来敬伊讲恁这个囝，你怎会选市长？恁囝变做安尼所以佫拍老师的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咧感觉讲地面上的老爸会可能会安尼啦替因囝出头，但是咱的主上帝毋是安尼。咱的主上帝替咱出头，是因为伊亲自问过耶稣基督讲，无咱用牺牲的疼痛来救赎人，敢会当？耶稣基督愿意，伊成全了。总是咱袂当甲耶稣基督定心定死伫十字架顶。圣经讲，咱若将耶稣基督定心钉伫十字架顶，安尼救赎的恩典就无去了。所以咱毋好掠做讲人会当逃脱。即使上帝若是甲我的犯罪当作无犯罪，其他的人犯罪拢总是罪，安尼咱的上帝就是一个无公平的上帝，所以上帝要怎样教示遐做歹拒绝救恩的人？咱今仔日毋通诚做迄个知影救恩了佮拒绝的人，安尼咱就是两重的拒绝。这款两重的拒绝，就会互咱的名字对着活命册顶悬撤销去。保罗对着这犹太人，也是对着今仔日咱来讲的。伊讲到这样代志，咱来看第4节讲，也是你藐视伊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未晓得伊的恩慈是带你来悔改呢？你竟然公认你无悔改的心，为家己积住愤怒。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是有恩慈，上帝是有宽容，上帝是有忍耐。这段拢是一直咧甲咱讲到上帝对着咱的吞论。伫这款的吞论内底，咱毋通掠做一届得救，就会永远得救。一届得救，但是要甲家己保守伫上帝的疼痛内底。上帝对咱是有恩典，是有宽容，是有忍耐，甚至神学的顶面讲到这样代志。上帝宽容咱到什么款地步呢？上帝宽容咱到什么时阵？到我这个人剩落上路尾一口气的时阵，上帝还阁宽容我。但是问题是啥？问题是咱无一定有机会亲像十字架顶
迄个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的罪犯，伊伫人生上落尾的时阵，甲主耶稣讲：主啊，当你得到你的国降临的时阵，愿你亲自来纪念我。主甲伊讲：今暝你要甲我同齐做伙伫乐园了。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甲耶稣基督同齐做伙顶伫十字架顶的强盗，伊一定是非常的欢喜，一定是非常的感恩，因为伊抑阁有一个上路尾的机会讲：主啊，求你得国降临的时阵来纪念我。但是咱毋通用这款手段来博看卖啊咧，博看我会得救无？圣经在在甲咱讲，爱行行袅袅出来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得救是一条持续咧进行的路。最近我读一寡册的时阵，我阁听到大卫包森牧师来讲一个代志。伊讲真侪人吼，掠做讲伊洗礼了后，伊就永远得救。但是咱爱会记得希伯来书讲的一句话，就亲像一块田园，几落摆食过雨水，伊原本应该是生出果子来，但是结果伊生出啥刺皮蒺藜，结局就是啥收起来安怎用火焚烧。所以大笔包松伊所讲的一句话，伊所讲的这个来讲。圣经内底在在甲咱提醒，就是到伫启示录的时阵，抑阁讲啥？你着爱少念你是对倒位跋倒的。你若是跋倒，你着阁重新恢复你起初的疼心。若无，我着将你的啥灯台安怎刷开去。亲爱兄弟姊妹，洗礼是得救的开始，得救伊继续有正胜的道路。正胜了后，咱会得胜。咱伫正胜的道路咧行，但是咱有时会跋倒会软弱，这是事实。但是咱跋倒软弱，搁起来，搁继续行，咱对着正胜变做得胜，到伫路尾安怎？一直到咱离开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亲像保罗所讲的，迄个着跑的道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安怎守住了。对呾以后有荣耀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家己咧传福音的过程内底，甚至有一摆讲一句话，讲啥？讲恐惊我传福音互别人，家己却受气绝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予咱的恩典。上帝的宽容，圣经讲，伊的温柔、宽容、忍耐，是咧引带咱悔改的。咱毋通辜负上帝这一份遮尔大的救恩，因为咱若是安尼来将着上帝的救恩，该当作平常，其实咱是咧藐视上帝的怜悯。藉助上帝对着咱的受气，所以咱着紧紧伫主的面前，快跑来跟对伊，极力进入到伫上帝所赏赐的安息。什么是上帝所赏赐的安息？停止咱的嘴来审判别人，相信上帝对咱一生有好的计划。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主，无论别人过了偌年好，咱家己过了偌年艰苦，但是相信上帝有一日一定会将伊对咱所显明美好的旨意，互咱看到上帝伊的救赎、伊的恩典、伊的疼痛。圣诞节的季节的时阵。有两个老大人，定定会互人讲到，一个叫做西面，一个叫做阿那。
西面的祈祷是讲：主啊，我感谢你。如今你会当安怎？偷放我这个老大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到你的救恩。阿那自从甲伊的先生结婚了，掌管84年，但是伫迄个所在看见耶稣基督，伊看到上帝公义、上帝慈爱，伫伊有生之年，互伊看到上帝的应允。亲爱兄弟姊妹，互咱也会当伫即个圣诞的季节的时阵，咱持守咱的信，亲像阿那，亲像西面，持守因的信，到伫人生的上路尾，你会看到上帝公义、信实、慈爱，也会得到荣耀的冠冕。咱毋通为家己积住，才会受气。我即届顶礼拜一到拜四去到福建，听到一句话啊，不知啊真有意思。伊讲啊，都说你的日子过得不很好，一上秤，结果又胖了不少。讲你日子过了无够偌好，结果安那愈食愈大箍，安尼你到底是过了好还是毋好？也知同款。咱毋通一方面领受上帝的恩典遐尼济，了后一方面佫埋怨上帝对咱无够好，所以求主保守咱的心。第二部分呢，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咱的活命爱斟酌伫行为甲言语顶面。虽然有的时阵看起来界性袂歹，但是上帝是监察人的动机。保罗对着这犹太人讲：恁过去倚靠律法来指着上帝夸口，并且对着律法中受了教示，晓得上帝的旨意，也当分别是非，甚至你若喜爱迄个美好的代志，又搁深信家己是甲青梅带路，是黑暗中的人的光，是动荡人的师傅，是细汉囡仔的先生神说老师，伫律法上有知识甲真理的模范。你也看起来，这犹太人有好无？非常的好。有的时阵，其实咱信主嘛，信了不止啊真久，了咱的生活行为会愈来愈好。咱感谢上帝的疼痛。了，阮即一届去的时阵我即届含灵粮堂张天金牧师去到迄个福建。了，阮有一天因暗代志处理好势，了，阮就去迄菜市踅踅，要找看有啥物件通好食无。结果拄好找着人咧夜市咧摆，阮就去阮行过到遐的时阵敢若行过看人咧炒的饭嘛了，阮就去，就怎啊徛伫遐边仔，就徛伫遐边仔看人咧炒饭。因为有人伫遐咧排队了，阮无要买，阮咧排队排即边，阮就两个徛伫遮看。你敢知迄头家看阮排伫遐，就举头看起来讲：台湾来的台湾来的真系兄弟姊妹，这就是啥？这就是气质啦，你知无？这就是气质啦。阮有一届的时阵阮阁有一届我咧甲食饭嘛，了的时阵我记得也无安怎人就甲阮看的时阵讲，因就甲阮问一个代志讲：你们是不是基督徒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啦？你得了解讲其实你的活命会有一寡无共款所以犹太人因有真大的恩典你看因有上帝的律法通遵守，因晓得上帝美好的旨意，所以对将来有盼望。因嘛会当分别是非，就是喜爱迄个美好的代志。了个啥？是甲青梅带路，是黑暗中人的光，是动荡人的师傅，是细汉囡仔的老师。伫律法上有知识甲真理的啥模范咱信主的时阵过一段时间你的气质会改变，真正会改变有的人是忧愁会变做喜乐，
以前的时阵，我看阮菜市仔小组有一寡兄弟姊妹吼，迄来打信主的时阵，迄面前啊结规球的，啊了信主了，一直开，一直开啊，你知影无？吼，迄就是一信主的稳定内底来得到，所以画面气质会愈来愈好。另外一部分，你会发现一款代志哦，是啥物货呢？就是当气质愈来愈好，当知识愈来愈充足的时阵，另外一个问题会变做啥？哦，这叫做啥？考试100分，诈骗模范生，就是变做你真好，看起来拢真好，但是啊，内心无搁再倚靠上帝，甲上帝同行，感觉我得靠我家己就好，是安怎会安尼？因为我已经有伫啥？伫上帝律法顶面已经有知识甲真理的啥模范，这个模范上面翻做规模。就是上帝所讲的这代志，你拢知啊。另外一方面，你就感觉讲，哎，你看，我嘛做了袂歹，就是有这两种意义。一种知影上帝的心意，哦，我已经拢总知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态度。上帝敢若互你拢总知，安尼上帝就毋免做上帝啊，因为伊拢互你知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啥？上帝这款的规模规矩放伫我内底，我已经有做一寡，但是你会记得迄个少年人无？迄个少年人走来甲主耶稣讲啊，先生啊，良善的老师啊，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要安怎样得到永生啊？主耶稣就对第5戒甲伊讲，就要孝敬父母，毋通杀人，毋敢奸言，吼，一直讲到第10条戒，吼了后是讲，哦，这我拢啊，我拢总遵守啊，哦，安尼有赞无？有模范生无？伊个是少年的官呢，少年的做官呢，吼，安怎？吼，安尼敢无改好？了后主耶稣甲伊讲遐的时阵，了后主耶稣甲伊讲，哦，安尼你阁欠过一你做了真好，你考99分啊，但是安怎？剩1分，就是变卖你所有的来军队我，将着你所拥有的分互送向人。圣经讲啥？迄个少年人就安怎悠悠愁愁，原本吼伊安怎？伊感觉我是模范生啊，结果啊，马上安怎变做或者可能分啊，姓瓜哦，或者阿玲啊，做阿芬啊，或者可能分，安尼知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活命内底，伫即款就是人到伫久的时阵，做牧师愈危险，真有可能就是我认为我已经知捌上帝一切，并且我嘛做了袂歹，渐渐地离开上帝的道路，感觉讲上帝啊，我无搁再需要倚靠你啊，这是魔鬼的白贼话，真容易甲咱对着得救荣耀的位份安怎样啊？刷开去。谈拄则咱所吟唱的圣歌内底，圣歌100首哈，圣歌100首内底讲啥？第20讲，勇敢得胜的大军队爱安怎战胜迷人的魔鬼？哦，以前的时阵我唱这首歌的时阵，我对迄个迷人的魔鬼哈，实在觉得。感觉讲为什么他那么迷人呢？是安怎想？其实是迷惑人的魔鬼啦，但是用迷人的魔鬼也对啦，吼，非常的巧妙安尼吼，非常的迷人。但是实际上伊真够迷惑人，伊迷惑内底是暗中咧进行，伊毋是安尼大细细安尼甲伊讲。所以伫这当中，咱爱斟酌注意，毋通互咱家己。介成感觉考试100分，但是实际上是诈骗的模范生。一寡代志看起来亲像袂歹，听咱会听明白，咱嘛会晓讲，甚至咱阁会甲人教。但是，就亲像谈拄则牧师甲各位提醒，保罗讲啥？恐惊我传福音互别人，家己却是受气绝了。所以保罗伫这当中讲这个代志，伊伫迄个所在做了一个批评。伫这当中，你斟酌家看这个代志，伊讲：你既然教导人，
敢无教导家己？但是你若甲伊翻倒转来的时阵，看希腊文的时阵，伊讲啥？是家己无受教导。那么讲，你讲别人唔通偷剔，但是家己也偷剔；你讲唔通奸淫，家己也奸淫；你厌恶偶像，家己偷剔庙中的物。这句话特别真有意思。偷剔庙，这个庙的甲殿、圣殿的字，希腊文字是共一字。那英文甲伊翻做拢共款，或者 temple。所以这是敢是敢若指着讲偷摕庙中的物件？那照着上下文来看的时阵，真有可能是啥？因为安怎？你厌恶偶像，你袂去偶像嘛，袂去庙嘛。但是安怎？你厌恶偶像，但是你偷摕上帝圣殿内底的物件，偷摕上帝内底圣殿的时间，偷摕将着归耶和华最圣的这段时间，这是毋是另外一款对着家己活命的无负责的态度？保罗阁甲因讲：恁指着律法咧夸口，但是家己颠倒法律法了，玷辱了上帝。亲爱兄弟，这是一个活命内底真大的问题。伫这当中，咱斟酌看，对头到落尾，其实迄个信仰带人进入一个地步，什么款的地步？家己，拢总是啥？拢总是家己，并且家己安怎？伫这当中的时阵，别人，讲人厌恶偶像，伫家己做标准咧检讨别人，这是基督信仰内底上界恐怖、上界颠倒到病的所在。咱信上帝，是因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上帝的救赎。但是当我信久了后，我所变做上帝来审判别人，咱比古早无信主的时阵，搁较狼狽。有无看到这个问题无？以前我无信主的时阵，我知影我是一个罪人，对无？所以我无信主，我知影我是一个罪人。我别人犯错，我讲大家拢共款软弱，伊做歹，我嘛做歹，所以咱也无啥会甲人批评，因为知影家己嘛真软弱。了信主信久听的教是济了渐渐知影真济代志，了咱嘛照主的旨意去行去做。有1/10奉献，咱有照时间出席咱嘛有参加教会一寡服侍，这拢非常好。渐渐，咱就变做信仰的模范生，考试100分。但是上界恐怖是伫迄个过程内底，渐渐咱袂记得我是一个罪人，渐渐咱将着罪人的身份甲伊刷开。其实咱爱将罪人的身份甲伊刷开，变做是啥？蒙恩的罪人，得蒙上帝恩典的罪人，安尼才是对。但是无想到，咱是将罪人的身份甲伊刷开了，咱甲家己当作上帝。有看到这个危险无？这才是上危险的所在。因为咱亲像上帝，但咱毋是上帝。所以，伫这个所在内底，讲到误会家己了指责别人，但是咱爱斟酌的注意是，咱家己其实嘛安怎无非常的好势。当咱知影什么，甚至咱会当用嘴来教导别人做什么，咱就掠做咱真正会当做什么吗？这可能是一个白贼话。就亲像古早牧师捌甲各位讲过。有一间公司了，因伫当中呢做这个沙文地壳香皂了的时阵一个问题就是讲了，但是毋知安怎样迄客伫当中有的时阵怎样行过但是安怎
发现内底溪仔内底无地迄个香皂，无地地壳，但是有溪仔了，所以送出去的时阵有一寡有溪仔，但是无杀蚊所以人反应倒转来，了公司就紧来找人来找看到底是要安怎样所以买手的时阵，因就伫当中叫这科学家来伫个所在研究了。开设备费啦，用 X 光检查啦，用电光检查是用啥物红外线还是啥物反正都安尼检查总共开了几百万的设备费。尾后另外一间公司发现这个问题的时阵，因敢用电风甲空气甲吹互伊走安尼，我就知影内底这气内底有地壳无地壳开几千块安尼就好啊。这个故事听起来，咱知影，你知影讲就是讲解决方法解决的方法是有，但是咱爱斟酌另外思考一个代志，用电风甲空气吹互伊走，到底上落尾，咱敢若有法度处理啥物货？处理这个空气的问题，就是空气会飞走去但是。另外一个代志是，迄个博士伊所用的方法内底，伊会当知影即个问题是安怎空是安怎，哪会有空气啊？照你讲的时阵是气内底爱有地壳但是迄个博士伫迄个所在来研究这物件的时阵，伊甲全部设备，伊伫迄个所在到落尾，伊会怎？空气袂走出来，伊会当改善所有的问题。但是若敢若用电风吹，就是头前遐问题敢有解决？无解决。是安怎地壳？照讲的时阵，应该爱地入去空气内底，但是地壳是安怎地无入去？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是伫啥物所在发出现问题，才爱解决。所以当用这个。开90万、开100万，这个案件到底落尾出来，会拢会啥？拢会是有地壳的溪袂迄个溪内底是空壳的。但是若是敢若用几千块的用电风吹，头前遐问题敢有解决？无解决。所以咱的问题，毋是拄到问题解决问题。咱的问题是，咱爱倒转来伫上帝的内面，互上帝的话来更新咱即个人，对着咱即个人的源头来更新咱，咱才有法度到伫落尾，无搁再生产空气无地壳，咱才会变做实实在在。上帝的见证人，所以毋是干那看家己好，敬别人的毋好。有的时阵，咱暗中看袂起遐毋捌上帝的人，咱袂真明显甲伊看。伫暗中内底感觉讲，因无信，因无爱信，因啥无爱信，因就是无信，所以因会安尼。但是到头尾，咱发现咱家己嘛无好到倒位去，甚至有一寡代志，咱可能比别人还佫较歹。圣经讲，上帝保罗对着教会兄弟姊妹讲，因为我的缘故，至到上帝的后生查某囝，这个名字，你捌听过讲恁信耶稣嘛安尼捌听过这句话无？恁信耶稣嘛安尼这就是讲上帝的名字，因为咱受亵渎。原本上帝是要因为咱得到荣光，到落尾结果无。但是这问题发生拢是啥？因为咱内面无更新嘛。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伊就讲这个代志。伊讲，咱看25节，即使你若是行律法，甲你对你当然有利益，但是若犯律法的呢，就亲像
就是你的割礼就无算割礼。所以，迄个无受割礼，伊若是遵守律法的条例，伊虽然无受割礼，或者是讲伊无受洗礼，那呢，伊敢毋是原来算过有受割礼，有受洗礼吗？迄个外口本来无受割礼，若是伊有摘掉守全部的律法，伊敢毋是会当审判你这做礼拜，阁有受洗，竟然犯律法的人吗？保罗伫这当中用一个非常深刻、非常尖的问题，非常赖的问题，又个尖又个赖的问题，伫迄个所在对抗。保罗毋是咧定罪咱，请咱斟酌注意。保罗毋是咧定罪咱，伊嘛毋是咧骂犹太人，伊嘛毋是咧骂外邦人。保罗讲的这样代志是讲是。咱有上帝的律法通遵守，咱爱为这来感谢。咱有遐也未信主的兄弟姊妹，咱更较爱听小因。所以保罗咧讲的啥？讲，sek使若是遐有摘掉守全律法的人，伊当然会当审判咱。但是问题是啥？无任何倒一个人有法度守全所有一切律法。总是一项代志是啥货？来，咱来同齐做伙来读28节，28节一直读到29节，请。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毋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嘛毋是真的割礼。独内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内的。在伫灵，无在伫语文。这个人的称赞，毋是对人来的，乃是对上帝来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斟酌注意看到这项代志无？保罗的重点是啥物代志？保罗的重点是，无论咱是犹太人，咱是外邦人，无论咱信主偌久，请爱斟酌这项代志。基督信仰的方向是啥物话？用上帝话来反省咱家己，伫家己达到迄个目标的时阵，咱才会有劝勉人的权柄。咱敢有看到吼，迄个咧广告的马道哈？咱若是找一个大苦的人吼。去甲伊讲吼，吼，这个减肥药啊，足有效。你感觉迄个广告敢有效？绝对无效嘛！爱有见本啊，迄个见本爱水嘛。所以用上帝话来反省咱家己。当咱家己靠着上帝恩典达到迄个位置的时阵，你就会有劝人的权柄。啥物叫做劝人？劝解人的动机是疼惜这个人。当咱真正疼惜这个人的时阵，你所生发出来的劝解会甲责备无共款，甲审判无共款。因为咱出伫疼惜人的时阵吼，迄个疼会互人感受会到，迄个疼会互人感受会到。你斟酌注意听我安怎讲啊？我甲你讲啦，我是听你，我甲你讲是我爱你好啦，那我则无爱甲你讲咧。哦，但是另外一个，无事我甲你讲这个话，是因为我知影这个代志的严重性，所以是毋是咱会当三甲做伙，同齐来面对这个问题？你爱人甲你讲头前，爱人甲你讲后壁。我绝对一定是后壁的嘛，因为你会感受到迄个啥疼的官兵伫迄个所在。真侪人拢真爱讲老实话，但是拢无凭着疼心，拢凭着审判的动机。但是圣经讲，咱若要讲老实话，要讲实在话，要讲诚实的话，一定爱安怎？爱凭疼心，毋是干那凭良心哦。爱凭良心，该啥？该凭疼心。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得到上帝的赦免。
同齐伫上帝话语当中互相饶赦，彼此相听。亲爱兄弟，这是何等的大！什么是善？良善毋是干那做出正确的代志，受称作良善。良善也是伫做毋对代志的时阵，愿意修正，无搁再去犯这个错误。良善更加是啥？接纳彼此的见笑，也接纳彼此的互相灿烂甲阳光。所以圣经内底咧讲的良善有这三项，约瑟是一个义人，大卫伊是一个合主上帝心意的人。咱因为基督，所以彼此相听，互相接纳，这是善，何等的善，何等的水。是安怎？圣经讲，咱不但做礼拜，咱伫当中更加有一个代志，就是爱定定三甲做伙伫上帝面前。咱要得到人的称赞，也是要得上帝的称赞。人的称赞有的时阵是啥啦？哦，牧师啊，我看你安尼吼，十几年无看，你还阁是遮尔啊少年，这个话就有当淡薄违背心肝讲的啊。但是有的时阵嘛，无一定违背心肝，安那有目的。牧师，我听讲你解教，你替人解决足侪代志，你即肯甲人斗相共的，这听起来拢无毋对。牧师，你敢嘛当借我5000块？听无？这就是目的嘛搁再来啥？礼貌性，明明看人都已经80-90岁你有80岁那拢看袂出来。礼貌嘛对啊，咱看者。了，迄啦会变动啊，对着人会无共款。啥啦？第一站的，今日讲明仔载就无一定有效。但是上帝的称赞是啥？是事实的。上帝监察大卫的心，上帝所看的是迄个过程。上帝知影约瑟，上帝认捌伊，所以上帝的称赞是事实。约瑟甲上帝相同行。大卫合主的心意，伊的过程，并且是伫真理。真理是啥？真理毋是干那正，真理是伫做毋对的事。当做毋对，上帝佮接纳这个人，这叫做真理哦。原谅是上帝的真理，饶赦是上帝的真理。所以咱毋好干那看到，咱进前的时候有甲各位分享过，就是这个人。伊伫当中透早去做工课，伊的头家甲伊讲好，安尼互你1钱的银两，了后到伫上路尾4点的去做的，嘛是1钱的银两。了后，即个第一个迄个讲，我自透早做到呾，嘛领1钱，上路尾做1点钟嘛领1钱。你斟酌注意，迄个主人甲伊讲啥？摕你的钱离开，我无亏欠你，因为起初咱哪？讲好的啊，但是我要愿意人迄边上路尾伊安那做1点钟，我嘛互伊1钱，这是啥？这是我的钱，我敢无管我的钱，我有权利家己使用，所以你要施舍互别人，敢有别人会当甲你管？无，所以这是真理。咱爱真斟酌去思考，这毋是大细心，这是真理，这是我的物件，我要安怎用？这是随在我的，毋是你咧甲我注意的。我无亏欠你，因为安怎？透早我甲你讲的时候，就是啥？就是1钱。我会当加互你，但是毋是你甲我讲，是我欢喜甘愿的。所以咱爱甲迄个代志弄互清楚，所以毋通定伫迄个所在讲上帝无公平，是安怎？是安怎？伊安尼是安怎样？我会讲，世界的好康拢互咱占了了，你敢知？非洲即马还佫有足侪囡仔，因一工内底敢若食3块饼，3块饼差不多手掌遮大块。什么饼？用土甲米粉做伙煎的饼。有个人古早咱咧经体，别人讲无你食土，我会讲即马非洲的囡仔还佫有咧食土就是用米粉。一半米粉，一半土，落去煎，迄叫做泥饼，土的饼。所以，咱逐工起来的时候，咱拢遮好，
咱敢会当去怪上帝无公平？若要怪上帝无公平，就是互咱生伫台湾伤过好命呀。佮再来，上帝是公平，上帝是安怎？伊的称赞是永远的。所以上帝袂凊彩称赞人，但是上帝只要称赞这个人，这个人就啥？的确是上帝所称赞的。就是宇宙当中无任何一个人会当来伫迄个所在讲这对甲毋对的。以诺甲上帝三甲同行，上帝就该安怎带去了。这是一个事实。伊是甲上帝三甲同行的人。有一个牧师讲这个代志真有意思。伊讲以诺出世了的时阵，就甲上帝同行。上帝就讲实在有够好，这个有够我的好朋友。尾来甲上帝愈行愈近，上帝非常的欢喜。到伫上老尾讲上帝讲你莫搁伫留伫遐，等下甲我做伙大。所以迄是安怎？上帝对伊的恶乐。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内底是要得到人的称赞呢，也是要得到上帝的称赞？这段经文上界主要咧甲咱讲一样代志，毋是咧彼此定罪。乃是咱愿意互相三下面彼此来接纳。咱的见证是因为上帝听领导咱，毋是咱家己有偌厉害。既然假是安尼，咱就无应该分门别类，咱乃是用听来见证上帝伫咱当中所做成这一切的代志。所以，爱做礼拜，感谢主，但是无应该互礼拜代替对上帝真实的敬拜。迄个内心的割礼，内心受洗礼，愿意受洗，愿意进入正圣的道路，愿意继续行往得胜，了咱就会得荣耀。得救、得胜、得荣耀，愿上帝帮助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平安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对阮的听通，将你的话语刻铭伫阮的心，互阮领受遮尔济恩典，领受遮尔济真理。主继续帮助阮，互阮一生一世。彼此相听，互相扶持，甚至看别人比家己更较强。主，安尼阮就会通对着心内底来接纳遐个软弱的，扶持遐个欠缺的，互阮甲主你同心同行。愿阳光归互你，平安赐温伫你所听通的正义路。祈祷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无？好，安尼无，即是咱三个做伙来奉献。每一届的奉献，拢是对着上帝听的回应。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咱着彼此相听，咱着会晓彼此接纳，甲上帝的心相连。安尼，咱所夸口的，着无伫别人。乃是伫上帝，咱也要对上帝得到真实的娱乐甲欢喜。咱三甲起立来吟唱圣歌100首，荣耀的教会。咱唱第一节了后，咱才开始奉献。第一节了后，咱开始奉献。也无听见叫出声音，精神都走乐。弹琴，心情被极其尊荣，何处不会讲乐声？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叫做的保会。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叫主的保护，也无听见美妙歌声，
久久直头升天城，勇敢得胜的大军队，战胜迷人的魔鬼。夕阳要教会，圣洁搁无下输，洗涤救主的宝血。夕阳要教会，圣洁搁无下输，洗涤救主的宝血。有时要求我分满布，也是撒旦的拿走。始终靠主达到胜利，高贵十架的军旗。夕阳要教会，圣洁搁无下输，洗涤救主的宝血。夕阳要教会，圣洁搁无下输，洗涤救主的宝血。也去攻击反甲反复，胜利无久就来到。着胜运主也接胜道，一同做王者欢呼。夕阳要教会，圣洁搁无下输，洗涤救主的宝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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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上帝必定因为你诚心的奉献，接纳你所献的一切，佮因为你手结心清服侍上帝，就会对伊来得到赏赐、称赞甲学乐。愿主上帝亲自纪念你甲你的家，并且赐恩，互你甲你的全家得到救。有一日，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同齐侍奉耶和华。不但是得到救，并且行伫正诚的道路，得胜得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三通引带，甲你的全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二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